台湾各地的客家文化中，最具历史代表性的地方就是位于屏东县的六堆文化了。六堆文化区分为前后、左右、中和先锋等6个区域。今天我就先带您游览一下六堆文化中的先锋堆，也就是屏东县的万峦乡。你知道万峦乡名称的由来吗？我哋万峦嘅由來呢，根據我哋嗰老片嚟考究嘅結果啊，最先就我哋清朝時代來一平台嘅軍隊解散以後呢，有個客家鄉人呢，有到一個喺得叫萬丹嘅西圍村一個冧狀嘅地方喺得提嘅。後邊呢，一度有像莊咧、像林咧、像種咧、像雲咧、後生嘅啊。睇到我哋咧東江海上來，發現到我哋嘅一個地方一個乾床度啊，一個地方呢，咁嗰個地方呢，土地呢一定比一定不可以看，故所呢就慢慢呢都可以睇天氣下來。因為我哋灣蠻哦，我哋看到一個太湖山哈，太湖山呢呢一定從嗰看起來綿延不斷啊，看到千丈幾多山嚟嘅，嗰度灣峦係來嘅。有的人講灣峦都唔錯，咁個灣峦都山嘅意思啊，係。當然嘅個灣峦鄉有14村，其中呢有8村呢客家村，有6村呢都係人哋呢嘅乜嘅福樂莊。走進萬峦鄉的鹿寮村，看到很多阿婆在洗衣服。奇怪的是，為什麼他們要站在池中面向外洗呢？做乜嘅一個洗衣廠，他個人洗衫褲要上路擺，有兩個一個最大目的。第一，唔洗衫褲最簡單，洗水上路擺流下嚟，唔可以流同搶水分開下。第二點，也最主要也都會代表我六隊嘅一個敵情意識。你講洗衫褲冇上地板。向老闆當時那個有戰爭啊，有天然來猛地，也最重要，要個代表係6隊客家莊嘅敵情意識嘅一種嘅精神。原來這洗衣廠竟然是當年平亂戰爭時6堆客家鄉親們的前哨站，有這麼深厚的敵情意識，也難怪會孕育出這麼特殊的文化。當然，來到萬峦遊玩，又怎麼能不品嘗一下享譽全省的萬峦豬腳呢？一個萬峦豬腳因為按出名因為用一個中藥慢火滷起來所以一個客人親好吃得好食，他家店宣傳，所以來到萬峦食一個萬峦豬腳。買豬腳食起來唔會油，會稠，會好食，會香。一個豬腳客家人點解客家人較冇愛食皮嘅啊？所以我哋滷嘅豬腳食起來要較冇按皮，我哋專門用嘅前腳後腳個皮啊，一前腳較多瘦肉啦，所以食起來較冇按皮。老人家是熟的啦，年輕人是冷的，較稠。在萬峦的街上，路燈都貼着一個個名字，原來是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哦。萬峦鄉下邊所有的路燈啊，一個財政困難，負擔十分重，所以因此呢，希望咱們萬峦鄉民啊，大家來協力合作來運用路燈，來解決一個鄉鎮的財政問題。所以因此我哋也各用藥做出琢磨來運用一個路燈啊，客家一個風俗啊，可以講得非常的硬頸，精神相當好，佢團結。佢哋市場上一上映以後呢，亦談起一個財政困難啊，希望鄉民來一個運用路燈呢，他個客家人親合作，佢以以後嘅短的時間呢。都給佢運用2000人站啊，也非常感謝，也都我哋客家人的精神。也許一盞路燈的光芒太微弱，但是凝聚着客家人團結的精神，照亮了經過萬峦鄉的每一段路，每一個人。